今天能够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心港波巴中心，然后能够第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到这边，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的仁波切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火葬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我希望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虽然仁波切圆寂，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利益众生的这些宏愿呢，能够可以继续的，就是延续下去，能够可以圆满他的意愿。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所有跟他有法缘的所有的弟子们呢，也能够在菩提道上能够就是没有任何的障碍，能够精进修持然后呢，生生世世能够遇得清净的上师，能够得到这种法的甘露，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然后呢，今天也在这里呢，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坚二部切，还有其他的仁波切跟堪布，然后呢也是很高兴，然后也能够可以见到所有的就是弟子们。当然呢，我今天也没有想要说太多话也没有准备说什么就是具体的一些内容，但是只是表达我的这样的一个对大家的一种可以说是关心，或者一种修道上这样的一个支持。希望呢大家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师的色身，可能是跟我们有点就是远离了，但是他的法身呢，可能就是真的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现在是真正到了一种就是能够可以医治真正的法身，也就是说，要看自己平时有没有下多少功夫去学习。这可能就是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就是勇猛精进，然后可以圆满上师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跟自己的一个发愿，谢谢。